哦，美国那嘛偏西的不？对嘛那不明白。啊，所以这嘛来形容美的西的。啊，美国那嘛偏西的，再大没吧？别再大没。美国那嘛偏西的，说了。OK。美美喏。没理呀吧？是，明年那个白多嘞。哦，没啦啦。 Maybe 没偏僻，嘿嘿，没那年你呀，吃拉啥多，傻傻巴巴，瞪眼睛，哎，对耶，每年每个啦，也没偏得对，瞪眼睛呢，三个里可能太，比如比亚里呢，多倒白了怎么样？白一千嘛比嘞，倒的啦好，的没啦啦， ，Maybe 没偏僻，倒的个，都那一脚那个啥倒来的，超那一文件叫做不会比送到吧了怎么样？嘿嘿，超奶，美国那嘛偏西的，美国那嘛偏西的，美国那嘛偏西的。 OK。超奶就嘛比送嘞，哎，能超奶就要么拉的不说着，哎呀，三个呢，白过多的嘞随便来，没啦啦。 ，Maybe 没来打波，没偏僻呀，哎，有时倒闭的卡着了，有家里也通常那那里倒闭的卡着了，表情这个也偏啦的，啊，等个人都每年嘛，每年的钱里那个公表节目啦的，哎，公表就拿波了，哎，路边来卡着啊呢，的钱多少没数比了，一个天啊 ，KTV 里头有到话的怎么样？好比呢，美国那嘛偏西的呢，嘿嘿，美国那嘛偏西的，是吧？没啊，大波，啊，没有嘛啦了，啊，Maybe 没吧？ KTV 嘛，你要听，的钱多数着了啦没啦啦。 ，Maybe 没偏僻嘞，偏来比，美国那嘛偏西吧嘞，话嘞明白的喽不？哎，你要睇着嘞，的钱数嘛，平时古里来数了冇着，错但你妈妈数啊嘞，哎着，你的钱里头你那你得啦看有比数不多个，比那嘛大专拿来的，是呀嘛你要个考来吧嘞，是呀嘛你要个的钱里头等比吧嘞，咁样，美国那嘛偏西吧嘞。 啊，下嘛你要个，下嘛拿考来吧，數下嘛，數人講呢。那个考来了，不三杯啊，对啦，哦，明白，對南京都比下啦，我，對南京比下嘞。哎着，哎你对南京不三个，别个不三呢，不都个先拿嘞。哦，我这边你要是咯，是嘛你要个不算比下嘞，第二都比下啦，我明白。哦，第二的喂。第二都喂，美国那嘛偏西嘞。啊，美国那边偏西了。他说嘞，他 maybe， 哎，你第二的喂说嘞，西西个不三个，别个亚大嘞。没啦啦。 maybe， 哎，這美國你要咯，唔偏啦講呢。没骗了没？對了，唔加了，加了，唔免。